聖經使徒行傳2章47節，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，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。嗱，當日使徒行傳第2章聖靈降臨，好多人信耶穌，係當日初期教會裏邊一個非常特別嘅一個嘅現象。信耶穌基督嘅信徒同埋使徒們，佢哋讚美神，得眾民嘅喜愛。仲有好寶貴嘅就係主將得救人天天加俾佢哋。我好喜歡呢句嘅說話，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加給他們。如果今日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加俾教會，一日一個，一年就365個，教會呢個增長就非常嘅寶貴啦。求主幫助我哋信靠主，盡我哋嘅責任，將福音傳開，讓更多人有機會聽見福音，能夠信耶穌。亦都祈求神真係將得救人數，將得救信耶穌嘅人天天加俾教會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